中秋要到咯，宜兰有一个中小姐，伊收到朋友送伊的麻糍哦，所发现讲还未过期，也毋过拢成功咯。厂商已经向消费者回信咧，表示讲会回收来送卫生局化验。收到朋友送的麻糍咧，也准备拍开来食，所发现红豆仔甲土豆口味的麻糍生果仔，收到咧也被张小姐惊一条，毋敢拍开来食就淡掉。中秋节到伫要到啊，不少民众拢会互相送礼。张小姐表示，麻糍的有效日期到8月26，伊23拍开就发现生果，这期店家的品管真正有待加强。当然会对这间商家会有所质疑，他们的品质。品管的部分，对他们的品质这样子是需要很大的改进跟加强。做食上安全上第一啦。食品呢，我家己做食，我嘛知影安全上第一啦。部分民众认为卖食品安全真正上重要，尤其即马阁是节庆期间生产量大，更加爱注意麻糍的生产厂商解释，商品制作工程伫无菌环境。经过48点钟脱氧完全无泄漏，这包装民众选择麻糍可能伫运输过程损害，才造成脱氧失效成果。那本次商品绝非它在制作或者是包装的过程中发生破损，那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运输或者是展售转运的途中发生碰撞，那导致脱氧剂失效。厂商表示，徛伫企业伦理收到消费者反映信息了后，随回收内会收回产品，搁通报卫生局做化验，确定产品生果真正原因，避免类似情况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